自2026年6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言语是见证恩典的管道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哥罗西书第4章第10到第6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，哥罗西书第4章。做主人的，着公平合理对待恁的奴隶。恁知，恁伫天顶嘛有一位主人，着继续迫切祈祷。祈祷的时，着警醒，着感谢，嘛着为着阮祈祷，求上帝互阮有传信息的机会，通宣扬基督的奥秘。我是为着即个才在坐监。着为着我祈祷，互我会当将应该讲的奥秘讲清楚。着善用机会，对待未信者着有智慧。讲话不时着温和，亲像用盐调和，知影着安怎应答逐个人。言语是见证恩典的管道。基督徒常常面对一种张力，一方面受呼召无属即世界，另外一方面却又搁活踮世界中，伫家庭、校园、职场甲社群人际关系呢？若安尼，基督徒究竟着安怎真实活出信仰？对保罗来讲，成熟的基督徒毋单单爱性命受更新，也爱踮世界做下上帝心意的见证人，特别是踮官兵中活出公义，因为官兵上容易甲人的生命光景显露出来。保罗劝勉哥罗西的信徒，做主人的着公平合理对待恁的奴隶。恁知，恁伫天顶嘛有一位主人。保罗并未否定当当时的社会结构，却改变人对官兵的理解。踮基督内面，官兵毋是为着掌控百姓，也是自我利益，而是要反映上帝的公义甲怜悯。无任何人会当声称家己是最高权威，因为人人拢踮伫基督的权柄下面。这提醒今仔日握有权柄的主管、父母、领袖和牧者，你安怎对待踮你权柄下面的人，都显明你安怎面对你的主。保罗非常重视祈祷，将祈祷看作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核心，毋是附属品。一位欠缺祈祷的基督徒，真容易受世俗的声音牵引。一个失去感恩的祈祷，容易变成抱怨的清单。当当时互囚禁的保罗，并无请信徒为伊会当脱离困境祈祷，是请因为传福音的机会祈祷。保罗无爱互环境阻碍着福音，虽然也袂当捆绑伊传福音的心。保罗期望基督徒踮世界察觉上帝的作为，互言语成做见证恩典的管道。保罗特别讲到，爱对待未信者，着有智慧。未信者外人毋是敌人，是尚未认捌基督的人。保罗提醒咱，见证毋单单是靠言语，搁较爱谨守态度甲分寸。甲人交往的智慧，包括无随便论断，无背离真理，袂制造不必要的冲突，袂因为惊吓而沉默。言语会当反映生命的本质，温和、讽刺、
毋是为着讨好，是出于疼。用盐调和是带着力量甲真理，因为盐会当丰富，也会当调味。简单来讲，基督徒的言语应该互人感受生命的真实甲愿望。保罗提醒，知影着安怎应答逐个人，表示福音爱因着无共人用心表达，毋是制式回应。成熟的基督徒毋单单是讲真理，搁较爱踮适当时机，用合宜的方式讲出合上帝心意的话。保罗会劝勉互咱明白，踮官兵中爱活出公义，踮教会生活中爱用祈祷连结，踮世界的生活中爱诚侪智慧甲恩典的见证人。成熟的基督徒毋单单是内在敬虔，搁较会当互世间人透过咱的言行看见基督。默想，我的话语是互人较无真理，还是远离信仰？非信徒是毋是会当对我的言行举止中看见基督的恩典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你呼召我，毋是要稳重信仰，是要见证你的荣耀。求你教导我，踮权柄中谦卑，踮祈祷中警醒，踮言语中有智慧。愿我的性命诚做你人拍开的门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